哦，诈骗集团这么可怕。你看，我就讲我坚持讲要用卖货变，伊就甲我退群组啊。哦，有退群组了，退出了。嘿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迄 TVBS， 你迄 TVBS 迄个新闻爱牢记哦。哦 ，TVBS，真正唔通开迄个虾皮啊，要开虾皮。因为甲拄啊，迄个你有讲啊，平拢是要超商取货，想到你一定爱甲我虾皮。对啊，去统一超商。对，我以后你若搁拄着第二个啊来第一，你先点即个人的大头贴。头像看看。不，那个头像退出啊了，你看。啊，那个为了办这一件事情建立一个群组呢。你看，哦，可怕。你看，掠这种水姑娘啊，相片啊，掠这啊，你看这毋就妖艳呢？你爱看啊来哦。第二，你看。完全无资料，完全无，你看，拢无，你看，相片的，没有。正常人哪会安尼啦？正常人啦，正常人一定拢有公开的贴文嘛。我等看到你的，就像恁的道亲朋友啊，对无？一定拢有，你看，完全拢无。哎呀，甘愿即个爱放弃，啊无伊会开始讲。我找不到你的网址上面啊！真是的。我甲你讲，伊迄个就是拢无点你的卖货变，拢无啦。伊纯粹是要靠迄个卖场钓人客。哦。就是讲我当 FB， 我看到 FB， 然后吸引到诈骗集团。哎呦呀！吸引呢，嘿，你，所以伊甲袂撤销你啥卖货变的网址，伊迄落啥，伊若真正有心要下单。伊就甲我记落嘛，啊结果你看啊，我直接用我直接用讲话，你毋知？会当用录音的，我甲讲，啊结果讲伊就惊着啊。伊就退出伊就退出对话啊。退出对话，群组的整个取消掉啊，那可怕的哦。你看伊个甲咱骗讲啥物？他在待业中啊。你毋知迄个截图的啊。哦，你看退出群组，这样截图来做迄个警戒啦。警戒。哦，好加载。真正哦，足巧的呢。够巧的。利用虾皮来。那你这毋是用录音呢？用录音呢？啊来安尼看这规段拢爱打起来，做这足珍贵的经验呢。教案呐，当变做教案啦，讲吼哇。遇到那个虾皮，我甲我调讲讲，因为我有遇过虾皮卖家诈骗，我调讲安尼讲，啊结果咧，无啦，买家诈骗啦，顺要来买的人诈骗，诈骗老板要诈骗老板。对，结果样子，我迄句话就是要甲试探的，我要甲试的。要试探。啊，若伊真正会诈骗，讲原来你已经有经验啊，我无兴趣骗你啊。你毋知意思？我有甲你骗过啊嘛。可怕！你敢有甲录起来规单对，安尼用手安尼骨啊？都有统一超商的卖货变这么方便，可以点按连结下单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不要呢？因为我甲你讲，咱若是因为伊是诈骗，咱毋是假无用的，对无？而且开虾皮妈嘛讲，啊，咱若毋是做偌大事业，想要开甲没有啦，卖个农产品，一点东西呢。啊，结果哦。咱若开好，咱要等咱的迄个网址，互伊一定会开始诈骗的套路来讲。可是我看不到卖家的网址呢。安尼伊会开始啊。你看，谎称没有看到网址。你看，谎称在待业中啦，需要什么虾皮钱包啦，对毋对？我来讲，迄若无经验，无经验的人，伊就会乖乖啊听伊的，为着伊。无。咱爱打着。这社会就是啊，欺骗的太多。可怕。啊，你若读好先甲关掉。哎呀，可怕。你看我安尼我放互你听啊，你看。